宝宝天天装幸福，你不累吗？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结婚也幸福，全职顾家也幸福，职场打拼也幸福，周末夫妻聚少离多也幸福，一窝俩娃，三餐四季他照样幸福。就连安安稳稳操持家务，守着烟火的日常也可以很幸福呀。所以呀，从来不是你选择哪种生活就能够拥有幸福，而是你这个人本身就得拥有幸福的能力。那些天天跟你说结婚就是吃亏，顾家就是跪舔，守着老人孩子就是没有自我的人，他呀不理解，太正常了。因为他就是没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。当感恩凌驾于抱怨之上，当知足凌驾于焦虑之上，幸福就会藏在你的烟火里呀。